2026年丙午年講下屬猴嘅生肖運程啦。今年呢係屬猴嘅朋友嘅性格呢就比較上係靈活，反應快，吉星呢係有驛馬星、文昌星。今年工作上呢適宜多走動，如果係經常呢就要出差嘅，有利你事業呢方面嘅發展，但係要注意出外嘅話容易呢思維冇方向。今年呢多貴人嘅扶持，有利你文學呢方面嘅發展。如果係做啲關於教學嘅有關嘅工作，可以得到上司嘅讚許，亦可以做一啲快遞之類嘅工作。財運呢方面呢反而係一般般嘅啫，除非工作性質係服務社群或者律師之類嘅，反而有所收益。投資方面要小心風險，否則容易引起投資失利。感情方面要注意雙方嘅相處態度，多了解對方嘅處境，否則大家容易思想各走極端。正在求學中嘅同學，今年呢雖然心散坐唔定，但係只要你能夠安心咁坐落嚟，就會可以有穩定嘅學習方式。空星呢係有喪門、地喪、孤神星，你今年嘅性格呢偏向咗孤獨，喜歡靜靜咁一個人獨處，有不合群嘅感覺。如果家中係有長輩嘅，就要注意下長輩嘅健康啦，多啲關心，容易呢有長輩嘅後福同埋白事嘅出現。因為呢會到嘅空星呢就比較多嘅，可以佩戴啲屬蛇同埋屬老鼠嘅生肖，加強你嘅運勢啊。